正官、正印、正財、食神，本質唔係吉星。七殺、偏印、偏財、傷官，本質唔係凶星。左輔右弼、天魁天鉞、文昌文曲，本質唔係吉星。擎羊陀羅、火星鈴星、地空地劫，本質唔係凶星。一白四六六白八白九紫，本質唔係吉星。二黑三碧五黃七赤，本質唔係凶星。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，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以上出自《道德經》嘅呢段句子，相信大家並唔陌生。睇似簡單，又似乎並唔簡單。坊間有唔同嘅解讀，如何理解，視乎見識與智慧。道基今次文章唔係直接去解讀古句，而係嘗試做一個與術數有關嘅延伸閱讀理解。聽得入去嘅不妨一聽，聽唔入去嘅便當垃圾散文消磨時間。如果你喺收睇本視頻之後有所啟發，歡迎大方點讚與分享。因果法則之下，你分享有價值嘅知識，你將獲得更多有價值嘅知識；你讚賞別人，你將獲得更多讚賞。大家都知道，美醜善惡源自於對比，冇美就冇醜，冇善就冇惡，反之亦然。不過有人曾經向我質疑，認為有啲嘢天性就係惡嘅，即使冇善嘅存在，某類嘅佢永遠都係惡嘅。例如一啲臭味、病毒等。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，呢一句比較易懂。道基亦引用過唔止一次。我哋人類唔中意嘅臭味，唔等於自然界其他生物亦都唔中意。可知道一坨糞便、一條臭河吸引咗幾多生物，又孕育咗幾多生物？病毒亦同理，抑制或者扼殺咗某啲生命嘅同時，亦助長某啲生命嘅成長。好多人都討厭漂白水嘅氣味，但有人會認為漂白水純粹係惡嘅存在嗎？咁漂白水係善定係惡？當你思考要為其定斷善惡嘅時候，你便學唔好術數，自然亦都唔能夠向高階嘅層次邁進。善惡可以隨時間同立場而改變，吉凶亦然。一個盤局打開，立極點唔同，一切亦會隨之而改變。正官、正印、正財、食神，本質唔係吉星。七殺、偏印、偏財、傷官，本質唔係凶星。左輔右弼、天魁天鉞、文昌文曲，本質唔係吉星。擎羊陀羅、火星鈴星、地空地劫，本質唔係凶星。一白四六六白八白九紫，本質唔係吉星。二黑三碧五黃七赤，本質唔係凶星。毒可成藥，藥亦可成毒，係藥係毒，不過係視乎需要也。本質從來係求諸己，而非求諸佢。有唔少研究指出，係健康食品嘅花生同朱古力隨處可見，隨便購買。呢啲好多人視為零食恩物嘅食品，不亦係只需丁點而分量，便可以令某啲人某啲物種過敏致死咩？唔通一包花生或者朱古力係極凶之物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當世界創造咗善嘅時候，其實亦都等同於創造咗惡。呢一點值得讓學習玄學術數嘅讀者們好好細味。如果你喺收睇本視頻之後有所啟發，歡迎大方點讚與分享。因果法則之下，你分享有價值嘅知識，你將獲得更多有價值嘅知識；你讚賞別人，你將獲得更多讚賞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者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